来看拜六礼拜这2天，韩国团体 BLACKPINK 伫咧高雄开演唱会，数人伫咧网络骗讲会当到买票，都有3在歌迷这钱花过去，煞摕无票。目前警方是已经抓到嫌犯，依法送办。 拜六暗时，高雄市文主场馆外口有不少的歌迷，这人精心打扮，有人烧好酒灯，也有人穿明星的乌粉代表色。只是最后一家人买票却是无到入场。这个韩国有名女团的买将，伫官方网站买无票，伫网络发现一个查甫人讲会使斗3天买票，本来约好入场进前交票，却是一直无看这个查甫人，赶紧报警察。8,000 how many？ 很多，8,000到2万。哦，有对，2万。 5000到2万都有。警方讲，18日演唱会现场外口接到外籍个人士报案到现场处理，原来是一个姓地查甫人讲会使协助买票，爱民将先汇钱予伊，结果伊无照约束提供这个门票，大约有50张。透过网络社群及朋友介绍，声称可以协助购买门票，疑似无法抢购到足够数额的门票，以致现场无法提供给已付款的10余位被害人。 警方必要了解查甫人，初步统计受害民众大约30人，专案依照刑法背信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。警方也呼吁民众买这个演唱会，也是热门活动的门票，应该去官方卖票管道去买，以免被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